那这里较慢来，直接过来啊！比如你笑嗨嗨啦，讲伊甲讲哦，健康的要素就是爱笑嗨嗨，就爱心情保持足愉快啦吼。我有特别甲讲伊食啥，伊讲无，讲干那咧笑嗨嗨，心情快乐啦。心情快乐。但是伊又强调一项，家里是这样非常友好，真友好。所以啊，后摆是爱表扬这个孝顺的子女才对。阿公较早做邮差，真快乐，拢唔捌发脾气，是讲拢唔捌生气。运动啊，这种退休拢咧做公益，拢入庙来做庙工，非常好。非常啊，你看阿嬷耳聪目明啊，还个足清楚的，足欢喜的，吼。来，都几岁了？今日是咱来东风里这个歌县这个阿祖因兜来表扬这个向世芬，就是结婚80年，这是咱彰化市第一队结婚80年这是非常难得除了长岁时翁仔某个身体爱真健康个足好好我拄好特别甲阿祖请教。讲伊是安怎？翁仔某会遮尔好好，伊讲爱互相尊敬，爱真快乐，互相尊敬，心情保持真快乐。所以翁仔某拢毋捌冤家，阿嬷阿祖特别甲我强调就讲因拢笑口常开。你也看我拄仔咧甲阿嬷开讲，安尼笑嗨嗨，耳聪目明笑嗨嗨，个囝儿是说非常友好。所以咱大家爱甲因学习啦就是爱心情保持真快乐，翁仔某爱互相尊敬，囝儿是说爱友好咱的师大人，安尼家庭就足和乐的结婚当长长久久，感谢大家。做习惯是所以咧食就是拢迄个啦，蔬菜较济啦。迄个生冷不忌，当个全部都加食，味特别歹。这种日本精神的伊较早做邮差嘛，送批拢会送啥？咱咧北中华，分衡、快瓜、可米、新港，这种作拢便宜的，拢去送。所以迄个连起来较辣椒。邮局退休了，去倒做菜。结婚80年。市长来送咱红包，个这感谢无？谢谢这咱在记者。恁原来是当做媒人诶，阿妈，你原来是当做媒人诶，做媒人呀，阿妈，你有坐轿无？有坐轿诶迄当阵是。